3分。哦，我係中意佢哋入完之後佢先answer。五座，白色換人。有冇拉出嚟啊？喂，做咗內線飛嘅球，內線飛。三個。8秒進攻，5秒，4。白色換人，入得。玩咪。白色天拋2次。佢哋真係要等佢上波先講嘢。紫色天拋2次。停表。時間最後2分鐘。好，3分。12籃板。紫色天拋3次，45號3發。真打王。差1粒。
好嘈啦，唔好嘈啦，白色有背脊，唔好應佢啊！唔好應佢，唔好應佢。4次，5號3罰。白色對犯2次。嗌佢啊！白色、紫色暫停啊！時間仲有1分。分住交翻俾你。攞把啦！分鐘3分多。2分多，50秒。後肉搏，3號單好白，紫色。時間27秒，吹紫色，唔係吹白色，啱啊啱啊！佢哋係咁㗎，佢哋有咩兩點咩咁啊？白色犯規，係咪射波？射波！偏方滿2球。白色12號2分。緊要啊，打啲！2個暫停啊嘛。白色仲有1個暫停，紫色仲有2個暫停。分數29-26，紫色應該領先3分。紫色犯規，天花換射波。唔俾翻你住啦，走啦，嚟啊！暫停依家，好，白色暫停。依家。係。佢仲有幾個暫停？冇晒。紫色12號2罰，時間17。咪再逐個交唔收你哋啊！入去啊！紫色暫停。仲有冇啊？
嘛？犯規6號。白色6號兩犯。記住一陣幫你研搞掂張分字。我對完。射波射波。白色6號3犯射波，時間3秒。爭啲，應該喺半場射嘛。中咗後框啊！仲有機會射兩球。